試下想像，如果你下一次跑長課喺完全唔需要額外操練心肺，唔需要去健身室練大隻嘅情況下，每公里嘅配速可以無啦啦輕鬆推快到10至15秒，甚至乎跑一隻全馬嘅時候，總時間可以無痛咁推快足足10分鐘，你會唔會覺得我喺度痴人說夢話？其實呢個絕對唔係運動品牌嘅誇張推銷手法，而係運動生物力學入面一個經過無數科學實證嘅事實。只要你學識喚醒隱藏喺你身體入面嘅彈簧力點，你嘅跑步經濟性就可以瞬間提升高達7%。大家好，歡迎收睇 Running Rex。點解有啲精英跑手落腳輕如飛燕，跑起上嚟好似毫不費力，但係你每次跑步就覺得雙腳好似綁住兩嚿大圓塊，每一步都揼到個地砰砰聲。今日呢集影片，我哋會徹底解開呢個沉重嘅迷思。我哋會由最硬核嘅物理學定律切入，話你知出人體最強嘅免費能量回饋系統，再配合長跑節奏策略，最後教你點樣用 AI 跑姿工具去量度呢股無形嘅回彈力，幫你真正做到跑得快唔費力。好多跑友喺初學或者跑長距離去到中後段嘅時候，都會面對一個非常折磨人嘅痛點，就係腳步變得極之沉重。你明明個腦係想跑快啲，但對腳就好似唔聽使喚咁，每落地一步都有一種強烈嘅死實實感覺。隨之而來嘅就係小腿前面條脛骨開始隱隱作痛，甚至第二朝起身踩落地嗰下，足底筋膜痛到飆眼水。點解會咁？因為你一直以嚟都將自己嘅身體當成一包跌落地下嘅沙包咁樣去跑。當一包沙包跌落地下，所有衝擊力都會被死死咁食晒落去，冇任何反彈。而當你跑步嗰陣，如果你淨係識得用肌肉去硬食每一步幾倍體重嘅衝擊力，你嘅小腿肌肉同足底筋膜就會被逼超負荷運作。你每一步都係度單靠肌肉強行將自己重新拔起。呢種死力跑法不但只極度消耗氧氣同體能，仲係所有下肢勞損傷患嘅萬惡之源。其實人體嘅出廠設定根本就唔係一個沙包，而係一個極具彈性嘅超級彈力球。只不過你一直都未入啱密碼去解鎖佢。要將身體由沙包變返做彈力球，我哋就要借用中學物理科教過嘅胡克定律 （Hooke's Law）。胡克定律指出，當一個彈簧被壓縮或者拉長嘅時候，佢會儲存一種叫彈性勢能嘅能量。當你一放手，呢股能量就會瞬間釋放，產生強大嘅回彈力。喺跑步生物力學入面，大自然早就將兩條極之強韌嘅天然彈簧免費安裝咗喺我哋嘅雙腳入面。佢哋就係你嘅阿基里斯腱同埋足弓韌帶。當你嘅腳掌接觸地面個千分之幾秒，你身體嘅重量同下墜嘅衝擊力會瞬間將呢兩條天然彈簧拉長，將破壞性嘅衝擊力轉化為彈性勢能。而當你嘅腳掌準備離開地面嗰一刻，呢股勢能就會好似橡筋放手咁猛烈收縮，直接將你個人向前向上彈出去。根據科學測量，呢種來自筋腱嘅彈性回饋可以為跑手提供高達40%至50%嘅推進機械功。換句話講，如果你識得用呢個彈簧系統，你每跑一步，有一半嘅力係大自然免費送俾你㗎，你根本唔需要用肌肉去死推。既然呢個彈簧力點咁犀利，點解90%嘅業餘跑友都享受唔到呢個免費福利？關鍵就在於觸地時間 （ground contact time）。彈簧嘅物理特性係，如果你將佢拉長之後，慢慢咁放手，或者壓住佢好耐先鬆開，啲能量就會散失晒，變返做熱能消耗咗。人體嘅筋腱都係一樣。如果你每一步落地之後，腳掌黐住喺地面嘅時間太長，阿基里斯腱儲存咗嘅彈性勢能就會瞬間流失，結果你離開地面嗰一下，又係要靠大腿同小腿肌肉重新發力。所以要啟動呢個彈簧力點，秘密並唔在於你要用力去踩個地，反而係要做到觸地即彈。頂尖跑手嘅腳掌就好似一塊燒紅咗嘅鐵板上跳舞咁，落地輕快敏捷，
盡量縮短腳掌同地面接觸嘅微秒數。當你能夠將觸地時間縮短，你嘅跟腱就能夠喺最飽滿嘅狀態下釋放能量，你就會突然覺得個人輕咗，步伐充滿彈性，連呼吸都跟住順暢起嚟。明白咗彈簧力點嘅原理，我哋點樣將佢應用喺殘酷嘅長跑賽道上？策略就係找出你身體嘅共振頻率。每個彈簧都有佢最順暢嘅震動頻率，而對於大多數人類嘅腿部長度同跟腱結構嚟講，呢個最慳力、回彈得最好嘅頻率，大約落喺每分鐘170到180步嘅步頻區間。好多跑友為咗追求速度，會不知不覺咁誇大步，導致步頻跌到150甚至更低。步頻一慢，觸地時間必然會拉長，彈簧效應就會徹底失效。所以喺馬拉松比賽入面，特別係過咗30公里，大腿肌肉開始發達，想抽筋嘅時候，你最明智嘅策略絕對唔係出力去拉闊步幅，而係將專注力擺喺縮小步伐、加快步頻，刻意去迎合阿基里斯腱嘅共振節奏。當你將步頻拉返上正常水平，你會發現對腳好似突然間有咗自己嘅生命咁，利用跟腱嘅反彈力自動帶住你跑。呢個就係傳說中可以令你慳力提速、無痛過終點嘅免費能量回饋系統。聽到呢度，你一定會覺得好振奮，但同時又會遇到一個好現實嘅問題：我跑緊嗰陣，點樣先知自己嘅觸地時間係咪夠短？我點知啲彈簧勢能有冇白白流失？講真，千分之幾秒嘅觸地時間，人類嘅神經系統根本無法靠直覺去準確判斷。好多跑友以為自己跑得好輕巧，其實拍片放慢睇，腳跟黐地黐咗成個世紀。呢個就係我哋團隊點解要研發 AI 跑姿分析系統嘅原因。你只需要用手機拍低自己跑步嘅片段，我哋背後嘅電腦視覺演算法就會精準咁幫你計出你每一步嘅觸地時間同埋步頻。AI 跑姿分析工具會清清楚楚咁用數據話俾你聽，你而家嘅跑姿係咪成功激活緊你嘅阿基里斯腱？我哋有參加咗28日改造真人 show 嘅學員，就係靠住呢啲客觀數據，慢慢將觸地時間縮短幾十毫秒。結果喺同一個心率之下，喺挑戰 Day 26嘅5公里 Time Trail，配速真係有所提升。有咗 AI 嘅輔助，你就唔需要再盲摸摸咁估下，而係每一次練習都可以精準校正你嘅彈簧力點。總結嚟講，人類能夠成為地球上最強嘅長距離奔跑動物，絕對唔係靠巨大嘅肌肉量，而係靠我哋雙腿入面嗰兩條無與倫比嘅天然彈簧。當你繼續沉迷於用肌肉去同路面硬碰硬，你只會收穫無盡嘅痛楚同埋停滯不前嘅成績。但當你學識運用胡克定律，將觸地時間縮短，將步頻調校到共振區間，你會發現長跑原來可以係一種充滿節奏感、順應物理定律嘅極致享受。唔好再浪費大自然賜俾你嘅免費能量啦！如果你想即刻知道自己有冇浪費緊雙腳嘅彈簧天賦，想喺下一次全馬無痛咁推快10分鐘，即刻去下面描述欄點擊連結，進入 Runform AI 跑姿分析系統，幫你透視你嘅跑步經濟性。我哋下一集會繼續拆解另一個能夠令你跑得更輕鬆嘅神秘力點。各位跑友，我哋下次見，Keep running！